吃饭皇帝大。台湾的饮食文化，吃饭皇帝大是一句台湾常见的谚语，意思是吃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就像皇帝的事情一样，不能被打扰。台湾人非常重视饮食，甚至在路上遇到朋友时，会用吃饱没来打招呼，可见吃饭在台湾文化中的重要性。台湾的美食特色，台湾因为饮食文化丰富，被称为美食王国。从北到南，每个地方都有特色小吃，例如基隆庙口有好吃的天妇罗，台北的鼎泰丰有名的小笼包，新竹的贡丸也很受欢迎，台中清水有特别的筒仔米糕，彰化的肉圆更是当地的代表性美食。到了嘉义，大家一定会吃火鸡肉饭，而台南的担仔面也是许多游客必尝的传统小吃。除了这些地方特色小吃，台湾的夜市也有很多美味的选择。夜市里的蚵仔煎、盐酥鸡、臭豆腐、豆花、芒果冰等，不仅物美价廉，也是许多外国游客来台湾一定会品尝的美食。台湾人的饮食习惯，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，台湾人开始改变饮食习惯，注重营养均衡与健康饮食。许多人选择多吃蔬菜，减少油炸和高热量的食物。有些人开始吃生机饮食，也有人会在料理中加入中药材，希望能透过饮食来保持身体健康。台湾的饮食文化不仅丰富多样，也随着时代变化而进步。无论是传统小吃、夜市美食，还是健康饮食的潮流，都让台湾的饮食文化更加精彩。来到台湾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，感受到台湾人对吃的热情与重视。